只是一次跌倒，就可能让一位长者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一辈子。我在急诊室工作了30多年，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一位原本每天去早市买菜的阿妈，因为在家门口踩空，髋骨骨折，从此需要家人全天候照顾。一位退休老师，只是在浴室滑了一跤，就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统计，65岁以上的长者，每3个人就有1个人1年内至少跌倒过一次。本影片提供一般健康资讯，若有剧烈疼痛、眩晕、近期跌倒或慢性病控制不佳，请先咨询医师或治疗师。跌倒之后的连锁反应更令人担心，害怕再次跌倒，不敢活动，肌肉萎缩，平衡感更差，最后真的失去行动能力。我见过数百位这样的病人，这是我每个礼拜都在医院里看到的真实情况。如果你不看完这段影片，你可能错过改变余生的3分钟。让我告诉你，在这几分钟内你会学到什么？3个不需要任何器材，不需要吃药，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动作。这些动作已经帮助我的病人重新找回平衡感，重新站稳脚步。但好消息是，你的身体其实比你想象的更有潜力。即使你已经70岁、80岁，你的神经系统、你的肌肉都还能够重新训练、重新苏醒。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而今天我会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请你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分享的健康建议。另外，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留言提出任何问题。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是正常的老化现象，但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变老，而是停止使用。如果你现在开始认真想改变，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还在观望，请打0。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准备好了。你的身体里有一群非常小但非常重要的肌肉，它们平常不太被注意，但却负责维持你的平衡。比如说，脚趾前侧有一条叫做胫前肌的肌肉，它负责把你的脚尖往上勾，让你走路时不会被地面绊倒。还有髋关节附近的髂腰肌，它帮助你抬腿爬楼梯，从椅子上站起来。再来是你的感觉系统，内耳的前庭系统负责告诉大脑你现在是直的还是歪的。眼睛负责看清楚前方的路，脚底的神经负责感应地面的变化。这3个系统就像3条线，共同拉住你的身体，让你保持平衡。但随着年纪增长，如果我们久坐少走动，很少做需要平衡的动作，这些肌肉和神经就会逐渐休眠，就像家里的电线，如果长期不用，接头会氧化，会生锈，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就不灵了。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变慢了，步伐变小了，转弯的时候需要扶东西，踩到不平的路面就会晃一下。这不是你的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我需要重新被唤醒。这让我想起一句话，肌肉有记忆，神经有可塑性，只要你愿意重新训练它们，它们就会回应你。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也不需要很激烈的运动，每天5分钟持续做，正确做，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改变。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你的身体还可以改变。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神经可塑性，英文叫 neuroplasticity。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你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终其一生都能够重新学习、重新连结、重新适应，就像土壤一样，只要你愿意播下新的种子，给它水分和阳光，它就会长出新的植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病人，姓李，今年72岁，住在台中。
他2年前因为在浴室滑倒，髋骨裂了一条缝，虽然开刀后恢复得不错，但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变得不敢自己出门，连去楼下的传统市场都要太太陪。他跟我说：“医生，我怕我再摔一次，这一次可能就站不起来了。”我建议他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平衡训练，每天只要5分钟，不需要特别的器材，就在家里客厅做。一开始他也半信半疑，但因为动作真的很简单，他就试试看。3个月后，他回诊的时候告诉我：“医生，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自己走，去公园来回20分钟，不用人陪了。”他太太在旁边笑着说：“他现在比我还爱出门。”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力量。你的大脑就像一片田地，只要你持续给它正确的刺激，它就会重新长出新的神经路径、新的连结、新的能力。今天我要教你3个动作，这3个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不需要吃药，不需要花钱，你只需要你自己的身体，还有每天5分钟的时间。这3个动作会重新唤醒你的平衡感，让你的肌肉记起它们原本的功能，让你的神经系统重新连线。而最重要的是，它会让你重新相信你的身体还有能力改变。现在我们要开始第1个动作，叫做脚跟走路。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训练你小腿前侧的肌肉，也就是胫前肌。这条肌肉负责把你的脚尖往上勾，避免你走路的时候被地面的小石头、小凸起绊倒。很多长者走路会拖住脚，就是因为这条肌肉不够有力。怎么做？首先，请你站在墙壁旁边，或者站在一张稳固的椅子旁边，这样如果你觉得不稳，随时可以扶一下。接下来，把你的脚尖往上勾，只用脚跟着地，脚尖完全离开地面。想象一下，你现在要走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那条小石子路上，你必须小心翼翼地用脚跟走，不能让脚尖碰到地面。然后慢慢往前走，1步、2步、3步，每一步都要稳稳地踩下去，不要急。走的时候，保持你的背部挺直，眼睛看前方，不要看地上。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小腿前侧有点紧绷，甚至有点抖，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条肌肉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用力了，它需要时间、重心适应。呼吸也很重要，走的时候用鼻子慢慢吸气，用嘴巴慢慢吐气，保持呼吸平稳，不要憋气，憋气会让你的肌肉更紧张。建议你每次走10到15步，休息一下，再走一次，一天做3组就好，不要勉强。安全提醒，一定要在墙壁或椅子旁边做，甚至你可以请家人站在旁边陪你，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胫前肌紧绷或抽痛，请改做站姿抬指10次乘3组，或先用坐姿抬指过渡。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什么？当你的胫前肌变得有力，你走路的时候脚尖就不会拖地，踩到小障碍物也不容易绊倒。而且你会发现你走路的步伐变大了，走得更轻松了。多数人数周内会感觉步伐更轻、更稳，进步幅度依个体状况而异记得。动作要慢、要稳、要持续，每天做，不要中断。第2个动作叫做反向直线走，也就是往后退着走，而且是用一条直线的方式走。这个动作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其实做起来不难。它的目的是训练你的前庭系统，也就是内耳里负责平衡的器官，同时也训练你的大脑快速反应和协调能力。怎么做？想象一下，你现在站在新竹公园里的一座小木桥上，桥面只有一条直线那么窄，而你要往后退住，走过这座桥。当然，我们不是真的要你去桥上走，
这只是帮助你想象。首先，请你站在餐桌旁边，或者站在厨房流理台旁边，手可以轻轻扶着桌缘，但不要抓太紧。接下来，把你的右脚往后退一步，让右脚的脚尖紧贴着左脚的脚跟，形成一条直线，然后换左脚往后退，左脚的脚尖紧贴着右脚的脚跟。就这样一步接一步，脚跟对脚尖，慢慢往后走。安全设置，请在前罩止滑地面穿止滑鞋，地上贴纸、胶带当直线，旁边保留桌面，指尖轻触支撑。重点是眼睛要看前方，不要往下看脚，背部保持挺直，不要驼背。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往后走本来就会让人没有安全感，这是正常的。大脑需要时间适应这个新的挑战，建议你一次往后走5到8步就好，不要太多。走完之后，转过身来休息一下，再做一次，一天做3组。这个动作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同时训练了你的平衡感、协调能力，还有大脑的反应速度。当你往后走的时候，你的大脑必须非常专注地控制每一步，你的前庭系统必须不断调整你的身体位置，你的肌肉必须精准地配合。很多长者之所以容易跌倒，就是因为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反应不够快。比如说地面突然有个小凹洞，有人突然从旁边走过来，或者需要快速转身，这个动作就是在训练你的大脑和身体，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够快速反应。当你可以不扶桌子，稳稳地往后走完5步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已经苏醒的讯号。第3个动作叫做坐姿抬腿，这个动作特别适合那些站着做运动会觉得不安全或者膝盖不太好的长者。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训练你的髂腰肌，也就是髋关节附近的肌肉。这条肌肉负责抬腿、爬楼梯、从椅子上站起来。如果这条肌肉无力，你会发现站起来变得很吃力，走路的步伐也会变小。怎么做？首先，请你找一张硬一点的椅子，不要选那种很软的沙发。坐在椅子上，背部挺直，双脚平放在地上，膝盖呈90度。5. 弹力带时的变化是双膝加小枕，头后抬腿，可提高骨盆稳定与核心参与。如果你家里有弹力带，可以把弹力带绕在大腿上，增加一点阻力。接下来，慢慢抬起你的右脚，让大腿离开椅面，大约10到15公分，也就是一个拳头的高度。抬起来之后，停留2秒钟，然后慢慢放下。换左脚，同样的动作，抬起来，停留2秒，放下。重点是慢，不要快速抬起又快速放下，那样对肌肉的训练效果不好。要慢慢抬，慢慢放，让肌肉确实用力。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大腿前侧有点酸，有点紧，这是好现象，代表肌肉正在工作。但如果你觉得膝盖或髋关节疼痛，就要立刻停下来，不要勉强。建议你左右脚各做10次，做完1组之后休息一下，再做第2组，一天做2到3组就好。这个动作为什么重要？因为髂腰肌就像你房子的柱子，如果柱子稳固，整个房子就稳固。如果髂腰肌有力，你站起来就不需要用手撑，爬楼梯也会轻松很多。当你做完这个动作，觉得大腿微微发热，那就是血液循环变好的讯号，是你的肌肉正在重新活化的证明。记得动作要慢，要确实，要持续，不要急着看到效果，给你的身体一点时间。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位病人，姓张，今年84岁，住在桃园。2年前，他因为跌倒，大腿骨折，开刀之后需要用助行器才能走路。他的女儿每天陪他复健，但进步得很慢，他自己也几乎放弃了。后来
他的女儿带他来找我，我教了他这3个动作，并且跟他说：张奶奶，你要相信你的身体，还听得懂你的话。只要你愿意每天跟他说话，他就会回应你。他开始每天做这3个动作，一开始真的很辛苦，脚会抖，会站不稳，但他没有放弃，他的女儿也每天陪着他。半年后，他回诊的时候，自己走进诊间，不用助行器了。他笑着跟我说：医生，我现在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路，自己去巷口的杂货店买东西了。那一刻，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的是重新燃起的光，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复杂的治疗，也不是因为他吃了什么神奇的药物，而是因为他愿意相信自己的身体还可以改变。你的身体永远都在听你的话，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现在的平衡感有多差，不管你过去摔过几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你愿不愿意每天花5分钟，跟你的身体重新建立连结？稳定不是奇迹，稳定是选择。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我想请你做3件事。第一，请你分享这支影片给你的家人、朋友或者你认识的长辈。平衡训练这件事不应该只有少数人知道，每一个长者都应该知道，他们的身体还有能力改变，他们不需要害怕跌倒，不需要害怕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长者健康力，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每个礼拜都会分享3分钟的健康知识，教你怎么用简单的方式照顾你的身体。这些都是我在临床工作30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也是我最想分享给你的。第三，请你现在就开始行动，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下礼拜，不要等到你真的跌倒了才开始做，就是现在站起来，试试看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动作，脚跟走路。如果你做了之后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有进步，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我很想知道这些动作有没有真的帮助到你。记得稳稳走下去，不是奇迹，是选择。而这个选择就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健康伙伴，我们下周再见。